这你就笨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打翻的奶茶 ，Oh my god， 超像的，超级像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个假装打翻奶茶来整朋友 ，check it out。啊，打翻了！这什么东西？Magic 看来了，不要骗我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卫生纸吗？要重来是吧？现在好了，sorry。哎，什么东西啦？我还以为是真的，收集没在做效果。我看到什么？很真实，很 real。我看一半了。11号就开始表演袜子，11号画的，昨天发的照片。哎，有卫生纸吗？怎么啦？怎么可能？我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啊！哎，你知道真的哎？是真的吗？怎么了？你很幼稚哎！哎，这到底干嘛？他眼睛睁大，他眼睛跟鼻孔同时睁大。不是最无聊的是什么？有人随身携带这个。这很屌哎，这我要。哇，这是什么技巧？哎，小心，快要哎，多少啊？你还好吗？很小了，干。哎，你好冷漠哦！哎，你干嘛？怎么倒了？真的？有点痒痒的。来到以后要找张参选。鸡排妹吗？从这哪里拿出来的啦？他就是这样。那这边看到我后面的人会去瞬间太近，打翻了啦！哎，卫生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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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卫生纸擦一下啦！非常快，直接丢在你擦而已，拿一张卫生纸擦而已。好，如果假设这是个哎，你那个。我跟你讲，你就笨了，你要放。你就笨了，你就笨了。错了啦，对，我都吓死。这你就笨了。